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9號參賽者淵維，咁我係樹仁大學嘅學生。咁我今日帶來嘅歌咧就係張敬軒嘅《形影不離》，希望大家會喜歡咯。漆黑裏想像有他回應，不必錯走懸崖絕嶺，世事未明，誰陪伴找路徑？光是真與假怎作評定？雖親切感亦有相為證，周遭處境卻冷冰，並無他的溫情，如獨個燃亮生命，我亦似沒人應，無人稱。沒有心何來應，沒有心何來聲，沒有他何來往日溫馨情景，像我感性，誰願互相感應，曾約好旅程，暫停為今生刻過記憶。雖親切感亦有相為證，只得那一對眼睛在提示何以糾正，從未成熟得夢醒，似着曾經還年輕，沒有心何來應，沒有心何來聲，沒有他何來往日溫馨情景，像我感性，誰願互相感應，唯有他和應，為我視野做秘境，沒永久才留影，沒慣手才令才願心領花瓣亦飄零，自作聰明，直至感情盡掃興。若然緣分那樣完美，為何鋒利？有誰寧願抱憾醉生夢死，憑手臂抱他夢遠飛，別脫離未來，從頭說起。沒有心何來應，沒有心何來聲，沒有他何來價值身份名稱，像我相識從未學懂尊敬，唯有他和應，為我視野做美景。
似那盲目憧憬，不過為了他。眼睛摘了些光碎影呢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